弟兄姊妹平安，我喺呢度咧，呢個 video 咧就想同大家講下但以理書。咁啊，講咩咧？係回應一啲聖經嘅高等批判學家所攻擊但以理嗰啲藉口，咁去睇下有冇理由合理唔合理吓。嗱，我哋知道但以理書裏邊有好多古仔，係咪？連兒童主日學都講過啊，好有興趣。譬如咧。但以理見到嗰個像啊，呢個原來係預言一件咁長嘅世界歷史，係咪？咁啊，又講到伯沙撒王見到喺牆上面寫字，有指頭喺牆上面寫字，咁個個人都即係話咁神奇啊！嗱，咁嗰啲高等批判學家咧就唔係好中意啦，唔中意是預言有應驗啦。咁啊，傳統咧就話但以理書咧就應該喺主前536年到530年，即係主前6世紀呢個時候寫嘅啊。咁嗰啲唔中意但以理書寫得咁早嘅咧，因為唔中意裏邊嗰啲預言嘅咧，咁佢哋咧就話應該係主前164年咁上下。咁點解選嗰個時候咧？嗰陣時候咧就係嗰個安條克啊，你知道嗰個喺聖殿裏邊殺條豬獻隻豬嗰個啊。咁安條克嗰陣時迫害猶太人，咁就引起咗一個馬克比人起義呢段時間。咁裏面咧就佢就係寫但以理書，就係嗰段時間寫出嚟。嗱，就係慶祝猶太人勝利咁吓。嗱，咁所以就係呢個時候寫，咁啊相差咗好多年喎，由主前6世紀到主前160幾年，咁啊就好遠啦。咁我哋嚟睇下啦。咁呢個咧就係傳統講法啦。咁呢個咧就係啲批判學家嘅講法啦。仲有批判學家話係幾個人寫嘅。咁即係點解一定要講到咁厚啦？咁呢個就差唔多一貫嘅。我每次講到嗰啲自由神學、聖經批判學家，點解佢哋硬係唔中意有預言，唔中意有神蹟？佢就將嗰個寫作時間拉到後，咁就將嗰個書嗰個作者就改咗做第啲人啊。嗱，約翰唔係約翰寫嘅啊，咁啊但以理書唔係但以理寫，係咪摩西五經唔係摩西寫？你一定咁即係話越遲，同埋又唔知邊個寫嘅啊，居然又用呢個名，咁就俾人一種懷疑嘅感覺啊，假嘅呃人，放馬後炮啊！咁佢哋有咩藉口咧？第一件事咧，佢就懷疑一啲語言嘅問題，因為我哋都知道，但以理書嘅用嘅文字好特別嘅，裏邊有兩種文嘅，一種係希伯來文，一種咧就係亞蘭文啊。咁佢哋咧就話嗰啲亞蘭文咧就典型係主前22世紀，即係主前164年啊，啱呢個定期啦。咁嗰陣時嗰啲亞蘭文就係咁樣啊，譬如咧，但以理三個朋友嘅名啊，咩沙得拉啊、米煞、阿伯尼哥，幾個好奇怪嘅幾個名，佢就揾都揾唔到個字源，所以一定係好晚期啊。咁咧，聖經學者咧就開始話啦，就開始研究啦。佢就話咧，當時嘅希臘文化已經一直滲透到整個中東，即係喺巴比倫時代咧，即係我哋講傳統但以理書寫嘅時候，主前6世嘅時候，已經滲透咗啲希臘文化。咁呢個可以相信希臘文化唔係嘣一聲出嚟，係咪？需要一個時間嚇。咁佢結論佢話咧。但以理書嗰邊嗰啲亞蘭文啊，呢個研究古代文字嘅人講嘅，但以理書嗰個亞蘭文咧，有可能主前6世紀嘅時候已經開始用啊。咁咧就佢話咧，咁樣語言證據明顯反對，即係明顯反對係2世紀先有呢啲字嘅咁解嚇。咁仲有一個咧，就係但以理書喺死海古卷咧就有好幾卷嘅。咁裏邊咧就兩種文字都有。咁我哋知道但以理對唔住，我哋知道死海古卷係主前1世紀、2世紀嘅時候抄嘅，係咪？咁啊，如果1世紀、2世紀，即係話係喺佢寫作嘅時候抄，係咪？咁啊，有冇可能啊？呢頭寫完嗰頭咧就抄幾份，就擺喺死海古卷個 library 度啊？呢個
唔太可能，因為任何書咧需要一段時間先開始流行，流行到話嗰啲以前嗰啲猶太拉比昆蘭嗰啲學者話哦呢本值得咁佢先抄係咪？所以唔可能係同抄寫嘅時候同寫作嘅時候根本差不多就或者同時嚇。咁第二個咧就係話歷史上有錯誤啦，嗱呢個大把得佢講。第一咧就但以理書5章嗰度有講到有一個叫做馬代人大利烏啊，佢話錯嚇，點解有大利王大人點解有一個馬代人大利烏啦？嗰個大利佢哋知道個大利烏係波斯人嚟嘅噃咁。佢話研究人研究，原來有兩個人，考古學家證明咗有兩個人，一個係波斯人大利烏，另外一個咧就係馬代人。嗱，因為記得我哋成日都講馬代波斯嘛，馬代波斯呢兩個國家咧就即係呢兩個名字一齊嘅，所以咧就後來佢哋取代咗巴比倫，咁我哋都知道嚇。咁你呢個因為呢個古列王就係根本自己係馬代人嚟，咁所以好有可能咧，馬代人大利烏就係古列王嘅另外一個稱呼啊。咁所以有兩個人同名，有咩咁出奇咧？唔係好奇嘅事情嚇。再講一次咧，我哋現在去認識以前嘅歷史嚇。目前我哋現在認識科學都係只識一啲，唔識得晒係咪？以前啲歷史咧就有時有啲人寫，有時又冇人寫，寫咗我哋又唔一定見得到，所以我哋唔知道咧，無知啊！我哋現在人無知就攞嚟批評聖經咧，遲早咧就顯出自己無知嚇，咁唔係幾好啦嚇。仲有一個咧，就係喺11章嘅時候就描寫咗呢個安條克四世寫得好詳細。寫到詳細咧，我哋都好，如果稍微熟悉一下舊約歷史啊，知道點解有馬克比人起義咧？就係個安條克咧，本來就係亞歷山大就後來嘅一個統治者啊。呢個統治者聖經話佢個卑鄙的人，仲將佢啲好似肥皂劇咁嘅故事咧，就記載喺11章嗰度。我哋好似知道下，讀到頭都暈，呢個大哥嗰個大哥啊。最後講到安條克咧，佢就路經耶路撒冷嘅時候咧，就去到鎮壓猶太人，所以咧為咗搵下猶太人啦，佢就想將猶太人嗰啲宗教文化改變，以為咁就可以改變到猶太人。佢最出名咧就走入去聖殿裏邊獻一條豬，係咪？所以人氣人馬克比人被呢個反叛就係咁解吓。但係當然最後咧，佢就唔即係得唔到呢塊，唔係得到耶路撒冷嗰塊地。呢喺11章裏邊咧，就有一句話，佢進入榮美之地，即係講到佢入到耶路撒冷至少入到巴勒斯坦啦，就有好多國被傾覆佢的確打咗好多國家但係咧，佢就喺海同榮美嘅聖山中間設立佢嘅宮殿帳幕。即係話佢唔止打咗耶路撒冷，打咗猶太人嘅地方，仲打埋附近嘅，然之後就喺耶路撒冷同埋海中間就設立佢自己嘅首都宮殿又建個宮殿。係咪有呢件事？呢件事冇應驗到。我哋咧就直至到現在都冇應驗到。當然佢過咗去。但係我哋可以明白是聖經嘅預言咧，就可以一步一步嚟。有時有雙重預言，雙重同一個預言雙重應驗，係咪？咁人人都同意嘅，因為咧呢個安條克咧係一個古代最典型嘅一個敵基督嘅一個預兆，即係話呢聖經裏邊有好多人咧可以做個預表乜嘢預表基督，預表咩？個安條克咧，人人都話呢個係一個最早嘅愛嚟預表敵基督。敵基督有一日入到去聖殿嗰度，喺宮殿裏邊，喺聖殿裏邊咧就設立個帳幕我哋都知道有可能呢個就係將來嗰個敵基督咁咧仲有咩歷史上錯誤咧？有一個歷史上錯誤咧，就係現在批評性嘅人都唔敢再提啦，又係俾考古學嚟到將佢全盤推翻咗
所以讀下聖經考古學好有益嘅一件事嚟。但以理書第五章咧，有一個叫做伯沙撒王，咁我哋都知道啊，呢個古仔我哋好熟嘅。伯沙撒王喺度大宴群臣，大 party，攞晒聖殿嗰啲器皿嚟飲酒，作樂嘅時候，就喺牆上邊見到個指頭寫字咁，嚇到不得了，就最後但以理幫佢解咗啊，我哋都記得呢個人啦，記得呢個故事係咪？啊，咁咧啲批判學家就嚟話啦，佢話歷史上根本冇呢個皇帝嘅。咁啊，巴比倫最後嗰個皇帝咧就叫做拿波尼德，因為係咁記載啊，咁記咁啊，所以啊錯，一定係虛構，事有虛構或者，但以理根本搞錯吓但係後來咧就有人就發現啦，考古學家發現。咁咧就有揾到一個佢哋嗰陣時好中意將啲文字咧記喺一個好似個圓柱度，好似呢個圓柱當然呢個打轉咗頭打轉面應該睇直啲。呢個圓柱上邊咧就講到拿波尼德咧就話佢嘅仔自己同佢個仔嚟到祈禱嘅，祈禱希望我神靈咧俾佢長壽到健康咁呢個，咁呢個好常見事。但係嗰個仔嘅名嘅寫名叫做伯沙撒咁大家唔敢出聲啦，仲有得講啦，係咪？嗱，我有一篇考古學文章喺呢度，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去睇一睇下，講得仲更加詳細一啲。咁仲有我哋都明白，仲有一個解釋咗一個原因，伯沙撒要話邊個可以解釋呢個字咧？佢喺國中列第三位係咪？點解唔列第二啊？自己係第二嘛。因為佢嗰陣時唔係正式做皇帝，係皇儲即係如果拿波尼德去咗咧，咁就到佢啦。咁拿波尼德咧，據歷史記載咧，呢個皇帝咧就隱居對宗教事情更有興趣啊，就對政治冇咁有興趣。咁好有可能咧，佢隱居去追求佢嘅信仰拜佢嘅神嘅時候咧，咁佢全權咧就交咗俾伯沙撒。伯沙撒咧就基本上就係一個皇帝咁所以咧歷史嘅事咧，我哋慢慢知道就知道聖經原來仲準確過我哋所認識嘅所謂歷史咁仲有咧學者們咧就有啲批評學者們，最後咧就冇嘢好講啦。佢話啟示性質有問題。因為預言性嘅所謂嗰啲所謂啟示性嘅文字係主前2世紀先開始，咁所以啟示錄寫嘅時候，啲人就話嗰陣時興嘛，因為啲所謂apocalyptic literature 係嗰陣時先開始。嗱，其實呢個好容易解釋啊，五經就有預言啦，係咪？申命記又有預言啊，一直都有預言，都唔可以話因為有預言。所以只可能喺主前2世紀開始所以我哋嗰啲批判學者話，我哋定期定喺164咧，啱啦呢個錯嗱，咁仲有咧第8章同埋第11章但以理書點解唔多人攻擊嘅？就係佢嘅預言好準確到得人驚。如果我哋睇下第8章，講緊亞歷山大點樣變成4個皇帝後呢嘅事情，又佢繼承嘅事情好詳細，就好似頭先我哋啱啱講完嗰個安條克咁講到佢點樣奪權，然之後佢又點樣去欺壓嗰啲猶太人咁點可以寫？點可能咁詳細？如果咁詳細，梗係放馬後炮，梗係事情結束咗啦，咁就喺度寫話呢個預言，咁就賴以前有一個好早期有個但以理寫，其實係佢偷後來寫其實呢就冇辦法證明嘅除非佢唔相信有預言，講來講去佢就唔相信有預言。點解唔相信有預言？唔相信聖經裏面嘅神係真神咁啲自由神學家咧，講來講去就鬧來鬧去兩件事，一個預言一定假，一係是馬後炮；一個神蹟咧，定係無知點解佢哋唔相信有神？唔相信聖經嗰個神係真神係咪？佢係最多聖經係道德教訓咁，道德教訓不如去讀孔子啦，係咪？咁嗰啲即係classical 嘅古典嘅傳統嘅講法，就支持佢
但以理書係喺主前6世紀寫，有咩理由咧？咁第一個理由咧就係舊約咧就係一直咧就呢個係猶太人開始啊，將嗰啲書籍咧就分幾類啊，摩西五經、先知、其他寫作。咁咧但以理書一直係分喺先知書，所以我哋相信嘅係一個叫做先知但以理寫嘅。連耶穌都話先知但以理點講點講點講，所以耶穌冇話但以理咧係一個後期一個歷史家，耶穌話呢個係一個先知啊。咁啊，仲有同期嘅先知以西結又提到但以理啊，我食過個但以理啊，見過佢係咪啊？咁以西結書講過，咁啊知道即係以西結嘅時候已經有呢一位先知啊。咁最後咧。仲有頭先我提到嘅死海古卷裏邊有字單，又有8份，嗰8份咧就抄寫時間咧就係主前1到2世紀，咁所以寫作嘅時間唔可能，亦都係同時喺主前1到2世紀嘅時候，呢個唔可能。咁所以我哋結論就話嗱，但以理書係咪放馬後炮啊？裏邊咁多預言啊，其實係歷史嚟噶，後來人寫噶，唔係。因為佢哋嘅講嘅理由，我哋全部能有辦法反駁啊！我哋理由，佢哋冇辦法反駁，咁所以我哋只能話，但以理書係聖經嘅預言啊，聖經係神嘅話，所以咁準確啊！咁我就停喺呢度啊，下次再見，講第二個再見，OK。